呢隻就係情緒小怪獸啦。今日佢起身之後，唔知點解搞得個人怪怪地，個心亂糟糟咁，連佢自己都唔知發生咗咩事。哎呀，你又整到亂晒啦！點解你總係學唔精㗎？你睇下你，將啲情緒全部搞埋一齊，黃色、藍色、紅色、黑色、綠色通通都係晒到，難怪你會覺得咁唔舒服啦。你要學識將佢哋分開，一個個放返入唔同嘅樽入面。如果你想嘅話，我可以幫你一齊整。開心嘅時候，好似太陽咁閃閃亮，又好似星星咁發亮。你會哈哈大笑，想跳嚟跳去，想周圍玩，仲會好想同身邊嘅人分享你嘅快樂添。傷心嘅時候，就好似落雨天咁，令人覺得好寂寞。你會想自己一個匿埋，躲起來，乜都唔想做。嬲嘅時候，就好似一團火咁，燒起上嚟擋都擋唔住。你會好想大叫，想發脾氣，覺得世界好唔公平。驚嘅時候，你會覺得自己好細個，好無用，成個人好似變咗隻膽小鬼，匿喺黑球黑漆漆嘅地方唔敢出嚟。平靜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好放鬆，好似啲樹葉咁，安安靜靜咁隨風飄，呼吸都變到好輕好順。你睇，只要將佢哋分好晒，放入樽度，咁咪清楚晒咯。黃色係開心，藍色係傷心，紅色係嬲，黑色係驚，而綠色就係平靜。咦？不過等等先，小怪獸，點解你而家變咗粉紅色嘅？你而家又有咩感覺啊？